在我眼里就是个垃圾。各个几个老大他妈，你真的以为他妈全世界最大，全台湾最大？全程给我录影哦，全程给我录影哦，录好录满。真的啦，我只是一个做工的人而已啦。我就是一个做工的而已，所以我讲话就大声的，因为我脚踏实地在做人啦。你要砍我吗？哪一个道理你要来砍我？哪一个道理你要动我？你要动我什么？我欠你什么？我伤害谁？我对不起你们什么？可以来戏子找我吃饭，来戏子找我吃饭，请你们吃饭。很爽啊！我今天很爽啊！看到我儿子我就很爽啊！我儿子叫我爸爸，我儿子笑给我看啊，看我爽啊！要不然你们鸡巴他妈鸡巴你们妈鸡巴干你娘！整天他妈在气头帮头，整天光脚片赶。刚才搞得自己好像很厉害一样，干你娘！每次妈的，好像全台湾他妈都是黑道白道的，对不对？搞得妈全台湾好像都是你们政府的，他妈的，我们这些他妈做工的都应该死的。我就跟你讲说，不要逼我呗。我要硬起来，我比谁都还要硬呢！真的啦，你要看你要叫哪一个叫谁出来讲都没有关系呗。对不对？然后人家还说：“这个你真的很屌吗？”对，我就是很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脚踏实地在做人呢。我就是脚踏实地在做人呐。很赞啊，桃园人很正气啊，很正派啊，我没有说桃园人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桃园人很棒啊，对不对？过几天我还是要会去桃园啊。
抬起来，酸米给我刷起来。跟你讲啦，过去到你袂落去痛啊啦。呀，桃园人没有不好，桃园人很好，很棒，一起炸啊！跟你贵啊啦。无甲恁抢哦，从头到尾拢无甲恁抢哦，要甲你交朋友啦，要甲你交朋友都袂使，我要甲你交朋友都袂使，我要甲你交朋友你袂啊，我要甲你交朋友咧，我要甲你交朋友咧，袂使，别安尼啦。不要这样，给小弟一个机会呗。看对方敢不敢啊？你敢动到我家人看看哦！你看看我他妈的鸡巴是软的还是硬的？你敢动到我家人看看？我的兄弟姐妹你动看看，我的老婆小孩你动看看。有本事你动看看！我爸爸都说，我这个儿子赞，被人家摆了一道，他妈的，他还敢过去。这一道你摆得很好，下次换我请你吃饭。真的，我就一个人请你吃饭，我一个人，我说到做到，我就一个人，我也保护你的安全啊！我就一个人，我说到做到，绝对就我只有我一个人。在网络上面就让我摆你一道吧，我就一个人，我希望你是一个人，
来找我。帮你老大他妈撑了一个面子啊，真的啦！当人家小弟的他妈的，帮你老大撑一个面子，看了一个老大他妈的自己没有能力，整天他妈的砍亲砍家，这事。唉，可怜呐！你呛我老婆，你呛我老婆，你叫小小伙。你别干你娘的！你别我大你你别大你会啊！你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，你跟人个地老大的，安尼你也奇怪，你别教你让他做人，我教你怎么做人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来，我把音乐关掉啊！我把音乐关掉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你们网络上面的人哈，我觉得真的很奇怪。你们网络上面的人哦，很奇怪啦，真的很奇怪。我去柠檬也是一样，遇到2、3位朋友，我也不知道这2、3位他妈是哪里来的。我没讲过的话，你都有办法去讲。我说我没有，你他妈的鸡巴，你一直要跟我他妈有的没有的。我很好奇一点啊，你要跟我讲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只是说人家喝醉酒了，人家喜欢我，人家爱我，人家他是我的粉丝，你加人家好友，你是要给人家洗脑是不是？现在是说靠近我身边的朋友，你们都给他洗脑。然后认为说华正这个人是很坏的一个人，是吗？那你觉得说，我今天一定要有这个网络，我才有办法生存吗？我没有这个网络，我就没办法生存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这就很奇怪，这个网络代表什么呢？这个网络到底代表什么？我惊你讲吼，去互恁遮的网络，甲恁要霸凌。甲你袂呛，你袂干你娘啊鸡巴，甲你干2句啊，你娘你袂爽，哇，就要叫你袂算就要叫你袂冤家要相拍，哦，你讲正经有影，要正经有影，你干你娘啊鸡巴，真正啊正经有影呢，即摆是干你娘啊社会无道义啊哟，无伦理啊哟，拢干你娘啊鸡巴，拢恁遮四头网络的拢恁咧笑的，拢恁咧讲的，晓？我拢爱听恁的，无听恁的，恁这干恁也鸡仔咧，恁爸就要去互你耍，就要去互你落，安尼哦，是安尼哦啦，是毋是安尼啦？是毋是？是毋是啦？是毋是安尼？毋落甲小弟讲一个，是毋是安尼啦？恁逐个拢较巧，恁爸教恁娘敢若白痴的，是毋是安尼？是不是安尼啦？恁实在人拢介多，晓？
哦，你娘鸡啊，算讲教你娘鸡啊嘞，你算讲教你娘的哦，东南西北你娘早到有头啊，你娘鸡啊兄弟啊实在拢介多，教你娘鸡啊嘞，啊算讲拢毋免讲道理，算讲拼阿爸的，系哦，是安尼哦，是安尼哦啦，即摆社会变做安尼就对啊，是哦，是安尼哦啦，是不是？啊连台湾的政府、台湾的司法啊。教你娘啊，拢毋免教你啊去查遮证据的安尼啊，算讲教你娘啊，你要判就判的安尼啊，就是安尼啊。你娘个鸡巴，你真正啊，你教你娘个鸡啊，你拄好日啊咧，会真紧嘞，拄好日啊咧，我今日开一个直播，头先甲恁开讲。我做毋着啥，到尾啊，我即马甲音乐关掉，甲你讲个话，我阁做毋着啥，我做毋着啥啦，我做毋着啥。哇！你娘算讲教你娘，你即马佚佗网络的拢较大尾啦，教你娘，我无咧佚佗网络的，你娘是啊，我较细尾，对啊，是安尼啊，是毋是啊？是毋是啊？算讲恁遐恁佚佗网络的趁较有钱，恁卖有够，系啊？小弟啊拢无啦，小弟啊自头到尾恁遐小弟啊，我来咧讲，我无想要叫朋友啦，我无想要交了时代啦，小弟啊，就我干那我就一个人尔，对吧？对吧？恁遮嘛拄我好就好啊，正经有影，对吧？也无对不起你啊，对吧？也无妨碍恁啊，敢有妨碍恁趁钱？无吧？敢有妨碍恁去骗钱？无吧？敢有妨碍讲恁骗查某？无吧？无吧？自头到尾拢无吧？使恁鬼啊！恁还要饲吧？恁遐逐个恁遐拢要针对我，恁哪会饲啊？是针对我啥笑？你即马是咧教恁娘，真正你恁娘咧，像迄通诶，先兄讲咧，讲食啥物啊？食铁，食东，食铁，食啥？食阿鲁米啊？毋爱啦，莫食卤面啦，教你娘，你别请你食油肉咯啦，还是你要食姜肉，还是你要食海产，还是你要食火锅？我请你啦，真紧啦，我请你啦，你后日哪要紧？教你娘鸡巴，恁遮个人啊，拄好热啊咧，我也是以和为贵，我也是广结善缘，我也是想要说和气生财。你娘你一看网络的人，你娘开始假食账号，无就分身，你都无笑无骗无低无高，教你娘就是要骗，你娘老鸡歹啊！你娘你骗啊侪钱，是教你娘个钱啊！你惊教你娘咧，无干三头倒呢啦，你是教你娘个钱歹咧，你袂死个哦。恁娘都较好啦，正经有影啊！你教恁娘，歹势啊！今日小弟较到位啦，放一只歌诶啦，教恁娘，我爱听歌啦，我无想要看你拍你啦，你听有无？来，不喜欢看的人出去，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！我人客啊啦，讲摇摆，摇摆有才调的啦，摇摆。
有一个人哦，有一个人讲你是这个老大拢熟识啊，你还拄好就好啦，安怎啦？哦，是啊，我是这个老大拢熟识哦。因爸是你正在地，你赞的啦，你赞的啦，你已经有了赞的啦，你真正讲的啦，你真正赞的啦，你真正赞的，你真正赞的啦，真个啦，干你娘！是啊，我是你正在地，你也是啊，干你娘！我输你啊啦，我输你了啦，真的啦，我输你了啦，你娘你赞的啦，干你娘！干你娘是啊！我来打，我来打。我靠背啊！我来打无嘢。散播你啦，干你娘，干你娘，是啊，大家都在你啦。对啊，开直播就是安尼啊，大家拢爱看戏啊，看才去用骗啦，去用骗了啊，就讲你娘是啊，干你娘，这人搞我骗。记得要录影哦，录好，录满。我走啦，你看我会做单，你啊表示你啊，你生活过得无好无幸福啊，你知哦？你啊这可怜的你。我就厉害了，但是啊，对付你们这些酸民哦，他妈鸡巴对付你们这些他妈18了的哦，够力了啦。人家我姐姐说好啦，你别搁开直播啊啦，讲啊，我累累啦，我就是爱开啦，无开我就袂爽啦。好啦，你开又莫甲人抢啦，好啦，我袂甲人抢啦，我就讲一寡实在话，安尼啦，去录影啦，叫一段长辈看一个啦，或一寡老大的大姐看一个啦。你看我会行出门无啦？好吧，连讲你袂着开车去东南西北佚佗啊啦？你看我会去用拍无啦？我规工咧假笑假骗啦！恁娘啊，死啊咧！你后白中路的恁娘拢爱生活，甲恁娘死啊！这平民百姓拢唔免生活呢啦，拢互恁算着啊！对不啦？拢互恁算着啊！真个啊，拢互台湾政府算着啊，拢互后白中路去算着啊！阮这些故意人拢唔免算啊啦！
啊，斯布林娜啦，斯布林娜啦，盖你娘都盖大位啊！哎呀，你都盖大位啊！盖你娘，阮做细位啊！阮这盖你娘，阮这高一人，你也是歹，阮这做工的啊！大家人拢唔敢讲啊，我替因讲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有去用骗过，大家就知影啦。哦，有被骗过就知道了啦。哎呀，有被骗过就知道了，那种痛处啊，对不对？你啊，鸡巴，我很相信你。你他妈的鸡巴，你骗我！我操你屌的，你妹的！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就是有你们这些人养出一些废物啊，一些坏人啊。养出一些垃圾啊！他妈又没有担当啊！我讲的啊，我即摆甲你讲啊，真正听好啊！我是记啊，我是记的啊，我叫阿正啊，我叫陈君正啊，搞起的啊，我叫陈君正啊。好啊，我开到40分就好啊，我无做开到1点钟啊。哎呀，我讲的就好啊。哎呀，对啊，台湾2300多万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啊是啊的，我都不相信拢无好人啊，我就不相信没有好人啊。我真的很怕啦，何况我有全世界啊，我有全国啊，对吧？我连国外都有朋友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问我国外朋友啊，我今天如果被人家打死，他妈你会不会回来帮我讨啊？他说会啊。这个一句话，你今天如果真的被人家打死了，我一定回台湾了。听到这句话我就爽了，不管他有没有帮我讨都好啊，我听到就很爽了。好人哦，看到我这样子啊，也不敢靠近我。但是好人如果有一天遇到我哦，然后就说，哎，你不是那个网络红人郑哥吗？跟他对谈之后，还有郑哥好好改变一下，说不定人家会教导我嘞。对不对？至少我不会以多人欺负人少啊。对啊，绕亏啊。丢脸！你两个人凊彩甲我拍，你也拍伊啊！到时要甲你也叫我做人。何况我只是去那边跟你们好好讲话而已。我喝酒那天很醉，我很醉，我真的很醉，我醉到他妈鸡巴，我讲不出话来。我到现在好痛哦，真的我很痛。下次拜托轻一点，不要那么大力好不好？轻一点。
下次轻一点，不要那么大力，真的很痛。真的很痛要超过时间的了，最后3分钟，好不好？最后3分钟。对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没骗你啊，真的啊，我是真的很痛，我哪有什么挑衅啊？我是真的很痛啊，下次轻一点啊。对啊，拜托，那么大力，对对，那么大力，我痛了呢。我哪有算挑？我哪有挑衅？我没有挑衅，哪有挑衅？我是真的很痛啊！你说我这种卡小只有温小姐一样，还蛮好笑的，还蛮好笑的啦，真的还蛮好笑的。新朋友，快下播啦！好，跟新朋友说声拜拜啦！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来找我的话，就来联盟 LENO 哦，下载 LENO 哦，好不好？没有在躲，我不用躲，我只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来找我，是吗？不要在网络上面嘴炮。我要去拿酒了，哎，要超过时间了，好吧，那就开到50分，好不好？50分，好不好？
人说，这个，你再这样喝酒啊，总有一天你会出事的。哦。我好怕，我真的好怕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胆识一个人来，你一个人来好不好？你一个人来好不好？你那么壮，又是做工的，你一个人来好不好？真的啦，好痛哦！哎呀，真的好痛哦！真的很痛有时候你叫我喝酒要正经一点啊！我现在跟网络上面的人讲，要做朋友要聊天，你他妈的也给我正经一点。哎，快点啦！我拿机关枪哎，快点啦！是哦，我要开枪打你哦！哎呦，你也奇怪，你会怕？不要怕了，我这边都有证据的啦，我不是没有证据的啦，是啦，我要把证据都全部浮上台面啊！什么事情都不一样的啦，啊！哎，为什么我的直播好像断掉了？谢谢。谢谢你愿意打我，谢谢。你愿意打我是我的福气，谢谢，感恩。你要不打我，我觉得我不会成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不打我，我真的我不会成长啊，我没有福气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呀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又不喜欢逞凶斗狠。不用哦，谢谢桃园人，谢谢你不用为我开一扇窗，我走到哪里都有一扇窗，哎，谢谢，感恩哦，啊，不用我不需要桃园人为我开一扇窗，
啊！妈鸡巴，你妈台湾的妈鸡巴，有台东，有高雄，有屏东，我跟你讲好多地区的，我他妈想不到了。鸡巴那么多地区，对不对？他妈鸡巴，我妈没有路可以走，妈的，我干嘛？我一定要去桃园，我才有一扇窗。我没有去桃园，我就没有一扇窗，是吧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在北部你要封杀我，我在南部你要封杀我，我在中部你要封杀我，哦，那全台湾你要封杀我就对了，是吧？有比较困难一点，有比较困难一点啊，真的啦，啊，真的啦，有比较困难一点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不骗你啦，真的也比较困难一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真的也比较困难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不要再讲干话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干你娘！说要开到50分，立马起8，现在又52分了，来55分了，干了不要再延了哦！你娘的卡好嘞啦！好不好？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实力啊，我没有实力啊，对啊，我没有实力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实力啊，我没有钱啊，看啊，没有人啊，基本上我没有实力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少点礼物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哎呀，我看下去啊，你不要接人了，歹势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歹势啦，对不起啦，拜托你别甲我欺负啦，对啊，你都有地老大，你别急啊，干唔对啊，对啊，歹势啦，对不起啊，歹势好无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歹势啦，等下甲你赔歹势啊，佫袂使，对啊，你别搞嘛，对啊，别安尼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对啦，我来讲啊，系啊，对不起啊，对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好啊，来回对不起啊，昨天回对不起我袂知啊。我是要靠背啦，你也期待啊，干你娘啊！啊，你话对不起你娘啊，你只要期待啥小啦？爱看你就看啦，别看都别看你啊！你要靠背靠背，你要靠背啥小啦？对啊，对啦，对啦，系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系啊，对
今天啦，我无是你啦，今天啦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啊，对啊，对不起啊，对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为什么我的 IG 好像怪怪的啊？为什么？